继续来看台南府城，伫咧清朝时代，为着要丰收外产，由民间家己来组织联防制度，演变到今，将做府城独有的联警的文化。台南市有4间的宫庙，包括龙凤宫、保安宫、沙道宫甲新兴宫。伫咧民国67年来成立着四安警联谊会，来做各项的交流，延续着联警的团结的精神。3年一届，大家轮流来做炉主。伫咧元宵节举办绕境甲圣炉圣旗的交接，府城4大名佛就出动2尊，现场是热烈滚滚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